主后2026年6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欣赏倒一种信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记上卷》第10章第1节到13节。欣赏倒一种信仰。这段叙述增添一笔外邦人的女王羡慕所罗门的成就。伊的话看来，虽然是在歌颂上主的赐福，实则赞叹所罗门的能力甲魅力，有权势，阁有智慧，只差无铸造偶像供人膜拜。秘书是在偷偷甲领袖做神。示巴女王羡慕的是所罗门的光鲜亮丽，不只是看见伊所建造的宫殿，也踮其中亲身体验所有的奢华享受。山珍海味、高贵服装、装塔，无谙看出所罗门在炫耀财富。不过，咱也通注意到一个细节：所罗门并无向示巴女王展现以色列王国的信仰特质。检采所罗门和百姓恐惊已经袂记得祖先当初伫旷野流浪，甚至捌伫埃及做奴隶的痛苦。因单单记得祖先伫埃及的时所看见一切繁华景象，和伫埃及看到的不可思议的工程技术甲建筑物，但因心内犹原崇尚埃及的科技、文化、宗教甲政治关系，因羡慕迄份伟大的成就。就算以色列人伫出埃及的时经历上主恩典的保守甲带领，因的心要向往帝国式的统治，拥有绝对力量，通宰制奴隶，借着宗教通控制信徒。以色列人甲仰望专注点人的心上，甚至误以为最高统治者会当为民族带来救赎，因只记得埃及的势力，毋是出埃及日头棒。就算现今以色列已经成做王国，却毋是以上主的心意治理国家，是引进埃及经验，想要照样来做，企图彰显成功强盛。直到现今，基督徒也常常有这种的心态，欣赏别人的成功，想要复制同样的宣教模式，总是伫一切以成长为伟大叙事的前提下面，教会反转失去信仰的本质，受主流价值观牵鼻仔在行的教会，毋干那是无法度用难破痛苦的人民，也有可能用教会合一的名义限制公义的展现。咱面对的试探是希望拥有搁较济，所以甲讲台变成做舞台，为着吸引观众互教会倍增。礼拜的设计也是讲台的风格，拢较尽所能的丰富。事实上，教会的信息若只是为着要博得眼光和掌声，将削弱上主话语的力道，那用敢有趣味来在批评信仰，将离耶稣非常遥远，因为十字架的行动并无趣味，而且相当血腥甲黑暗。福音本身的力量就足以撼动人心。假使咱感觉福音需要加料才会当互人来品试，那安尼到底是对上主无信心呢，还是根本无相信上主？假使咱
欣赏别人的成就，检测咱也应该反省，是要互别人看见虚华的外表，还是互人看见家己对上主朴实的忠心？默想，我的心思眼目是毋是真容易受世界影响，进而追求其他物质七乐，通好互家己甲其他人相款，失去自我独特的价值？我的心思眼目是毋是真容易受世界影响，进而追求其他的物质七乐，通好互家己甲其他人相款，失去自我独特的价值呢？咱同齐来祈祷。全能的上主，当我的心思眼目受世俗的价值观吸引，愿你用你的话语呼召我重新倒转来你的面前，用你的听吸引我，互我找求真正的智慧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